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17章。犹大王亚述第12年，以拉的囝何西阿伫撒玛利亚开始做王，统治以色列9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毋过无亲像以前以色列遮的王。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，何西阿投降，甲伊进贡。后来，何西阿派使者去见埃及王说，请求援助，无亲像过去每年进贡亚述王。亚述王知何西阿背叛，就甲伊抓起来，关伫监里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，围困撒玛利亚3年久。何西阿第9年，亚述王攻取撒玛利亚，佮将以色列人掠去亚述，互因住伫哈勒、歌珊地区的哈卜河边，以及米底亚人的城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因的上帝，伊有带因出埃及地，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，因却去拜别个神明，去底互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列国，甲以色列列王所设的风俗规例。以色列人暗中做毋对的事，得罪上主因的上帝。伫因所有徛起的所在，对简单有守望台的庄舍，到有堡垒的城起山头弹。因伫逐个悬的山峦仔，逐丛青翠的树下面，就雕像甲阿舍拉女神，搁伫逐个山头弹烧香，遐个互上主伫因面前赶出的列国的所做邪恶的事，激上主生气，搁派上主禁止因拜的偶像。上主捌找遣种先知甲先见，警戒以色列甲犹大讲：着离开恁的歹行为，接受我的诫命甲规例，着遵守我全部的律法，就是我命令恁的列祖，甲通过我的仆人众先知传互恁的。毋过因毋听叹，亲像因的列祖硬心固执，毋肯悔改，毋信服上主因的上帝。因弃杀上主的规例，以及伊甲因的列祖所立的约，毋听伊的警戒，去拜虚假的神明，直到家己诚做空虚。虽然上主捌命令因毋通学周围列国的所做，因犹原去学因。因弃杀上主因的上帝所有的诫命，为家己铸造2只牛仔的像，做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敬拜天顶的万象佛塞巴力。因烧因的查某囝献做祭，搁抽签卜卦，行邪术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来出卖家己，激上主生气。所以上主对以色列人发大生气，对伊的面前，甲因赶出去，只有剩犹大一个支族。犹大嘛无遵趁上主因的上帝的命令，颠倒学以色列的风俗规例。上主去杀以色列所有的后代，甲因苦楚，将因交互抢夺因的人，最后对因的面前，甲因赶出去。
以色列对大别家分裂出去，就设立尼拔的囝耶罗波安做王。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，互因无顺坦上主，陷入大罪。以色列人继续犯耶罗波安拢总的罪。最后，上主甲以色列对伊的面前赶出去，拄拄照伊通过伊的仆人正先知所讲的，安尼以色列受掠离开因的家乡，去到亚述，直到今仔日。亚述王对巴比伦、古他、阿瓦、哈马、甲西法、瓦因千山人来住伫撒玛利亚逐个城，代替以色列人，因就占领撒玛利亚，住伫遐个城。因拄仔住伫遐个时，无拜上主，所以上主就互狮入去因中间，咬死一寡人。有人对亚述王讲：“你千山去住伫撒玛利亚遐个城的逐族的人，毋知迄所在的上帝会归礼，所以你互狮入去因中间，咬死因，因为因毋知迄所在的上帝会归礼。”亚述王就命令讲：“着互对遐掠来的一个祭司倒去，互伊住伫遐。”用迄所在的上帝的规例教导因，安尼就有一个对撒玛利亚互人掠去的祭司倒来，住伫伯特利，教因着安怎敬畏上主。毋过，逐族的人伫因徛起的城，做因家乡的神明，安置伫撒玛利亚人以前做的山头坛。巴比伦人做苏格比拉的像，古他人做列甲的像，哈马人做阿西玛的像，阿瓦人做列合甲塔尼他的像，西法瓦因人烧囝儿献互西法瓦因的神明阿底米勒甲阿那米勒，因拜上主，毋过嘛对因中间设立人做山头坛的祭司，替因伫山头坛献祭。因拜上主，搁照因逐国的风俗规例，服侍家己的神明。到今仔日，因犹原照以前的风俗在做，无敬畏上主，无遵守上主吩咐雅各后代的规例、命令、律法甲诫命。上主有甲雅各号名叫做以色列。上主捌甲因立约，吩咐因讲：毋通拜别个神明，毋通跪拜因，毋通服侍因。嘛毋通甲因献祭，只有迄位伸出大权能的手，带恁出埃及的上主，恁着敬畏伊，跪拜伊，对伊献祭。我写互恁的规例、命令、律法甲诫命，恁应该永远执守顺坦，毋通拜别个神明。我甲恁立的约。恁毋通袂记得，嘛毋通拜别个神明，只有着敬畏上主，恁的上帝，伊就会救恁脱离恁一切对敌的手。毋过因毋听叹，犹原照以前的风俗在做，安尼才会对列国千山内的人拜上主，搁服侍因的偶像。因的囝仔孙孙到今仔日，嘛拢学因的祖先安尼在做。